中國香港女子棍網球代表隊將會喺7月11至到18號遠赴波蘭出戰世界女子棍網球錦標賽第2級別。今屆世錦賽一共有12支球隊參賽，賽事分成2組，港隊被編入 B 組。同組對手包括主辦國波蘭、意大利、墨西哥、挪威、瑞士。咁我自己由球隊嘅一員啦，成為咗教練啦，咁我都好熟悉我哋球隊嘅，即係佢哋如果佢哋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水平、應有嘅實力同埋個高度嘅，咁所以我對呢一隊球隊非常之有信心啦。我哋嘅目標就係去到波蘭嗰度咧，可以拎到頭3名嘅。今次嘅港隊可以話係以老帶新，隊長史卓賢就希望球隊可以好好磨合啊。其實我自己除咗名次或者成績上面呢，咁最希望可以睇到球隊融合得好，因為其實今年我哋有唔少新血加入，咁有啲係 U20嘅隊員啦，有啲可能未打過世錦賽，但係亦都有3朝元老等等嘅隊員，咁希望呢個比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 friend 啦，融合得更加好啦，咁就可以打得更加好咯。其實我哋都好興奮嘅，因為其實始終世錦賽都係4年1次嘅比賽啦，咁我哋都好期待睇下隊伍4年之間即係成長咗幾多，係啦。咁而家呢個階段都仲係比較興奮，咁但係可能去到比賽前就會有啲緊張咯。咁我其實係2025年嘅年頭開始加入成人隊啦。咁之前我就同緊香港隊都係，但係 U20打咗2024年嗰個世錦賽啦。係咁嚟緊，作為一個新人去波蘭度即係出戰呢個 D2 嘅世錦賽，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榮幸自己又可以再踏上呢個世界嘅舞台度啦，可以同到咁多唔同國家嘅隊伍切磋。但係我諗嚟到成人隊，好多時候我都會變咗係問好多問題啊，同埋希望我可以盡我所能亦都即係幫得到個隊伍做到最好嘅成績啦。